將臨期靈修默想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資料。2025年12月8日，第9天，主題悔改，題目不安的哀哼。經文詩篇38篇5至8節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傷發臭流膿，我疼痛大大捲曲，終日哀痛。我滿腰是火，我的肉無一完全。我被壓傷，身體疲倦，因心裏不安，我就哀哼。大衛犯罪係因為自己愚昧所致，因為罪孽唔單單係罪性犯罪嘅問題，罪孽裏面係有計謀嘅，係有佈局嘅。犯罪嘅人好似病人咁，痛到極點嘅時候，佢哋會發出哀哼，發出呻吟，甚至嚎叫。大衛因犯罪而心裏邊不安。因為罪唔單係心裏面覺得唔舒服，更加係全個人都困喺內疚，被罪壓傷，失去咗昔日嘅喜樂。大衛犯下奸淫同埋殺人罪之後，喺先知拿單嘅指責下，佢意識到自己唔單單係傷害咗人啊，更係喺神面前行咗可憎嘅事。呢一個係讓佢心裏邊更感到不安。大衛最終選擇咗要徹徹底底咁向上帝認錯，承認佢嘅過犯。佢向神禱告，求神按住佢嘅憐憫洗淨佢嘅罪，又祈求神為佢做清潔嘅心，使到佢裏面有重新有正直嘅靈。佈道家葛培理牧師年輕嘅時候，就喺一次主日敬拜聚會裏邊嚟到決志信主。當時詩班唱住照我本相嘅時候，佢就走到祭壇前邊去接受主耶穌為佢個人嘅救主。從嗰個時候開始，佢向世人嚟到傳講耶穌。佢所傳講嘅人數已經超出咗歷史上任何一位嘅佈道家。喺佢喺各大洲嚟到佈道會呼召嘅時候，葛培理總係用佢最深具意義嘅照我本相成為佢呼召嘅詩歌。其中嘅歌詞話：照我本相無善足清，為你流血替我受懲，並且照我就你得生，救主耶穌，我來，我來。默想問題：你是否曾經因為犯錯，為咗掩飾罪行而付上沉重嘅代價呢？我哋祈禱，親愛主啊，我唔向你隱瞞我嘅軟弱、失敗、犯罪，即使受到管教，我仍然照我本相去到你嘅面前認罪，求你寬恕。主啊，我真係需要你嘅恩典，你嘅拯救同埋幫助。阿們。